真侪人拢用电疗来复健，少数个医师是拢警告讲，有新的护理人有心率调整器哦，都有用型者的病人，上好是拢唔通使用。嘛表示讲电疗的强度，唔是讲愈强就愈有效，上强哦，恐惊会造成皮肤烧着伤。 卢小姐是上班族，工作时阵需要用电脑拍字，电疗肩胛头、阿妈棍酸痛、手麻、手肚痛这问题，所以下班了后有时阵会使用电疗机器来舒缓酸痛。平常使用电脑的话，本来肌肉就会稍微比较僵硬一点，那这样子局部整个刺激下来的话，我觉得整个体验感是很舒服的。不过利用电疗仪器都爱设置，小数表示。 福建电疗常常疗程是金马电刺激器，借电动式金马刺激器来接触体表的电极电流，中和刺激运动神经，和金马收缩，有缓解金马酸痛。中风了的神经金马个训练，防止金马萎缩加增加筋力，这个效果。 不过，医师警告，电疗强度不是愈大愈有效，若是射伤过强，恐惊造成皮肤受伤。也建议唔通买来路不明的电疗仪器。年纪大，皮肤薄，脂肪比较薄，那对于疼痛的这种感觉比较不敏感，所以一般还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去做。未经许可擅自制造贩售的话，是有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。 或者1000万以下罚金。医师提醒，电疗不是人人拢适用，尤其是有新的护理人，体内有心率调节器样型的患者，可因为电疗发病，因为皮肤有空脆，或者是身体淡也免使用，则袂去电到，确保在安全的情形之下，有效治疗酸痛部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